think it is 怎样？Instead of 我才讲真正侪人真正要去看戏，要啉酒，要跋筊，all this 个了是阿古萨拉，无道德嘅物件。今日我就是想安尼讲啊，到真正有个人爱听淡薄些民众经，所以我要听淡薄民众经。如果我未听个了，安尼你只说民众经真正深，咱若是要讲福建话，较难个讲。我要头前我接起名是介绍 ，introducing Abhidhamma， 就是人唔捌听这Abhidhamma， 安尼你听识。这个若是北人会佛教，伊人的阿毗达玛，伊人论藏经，无相做一个了拢总无。你看伊人的，若是讲伊人有了一个正式的论藏经，伊人无讲一个人离开世间了，就天台49日，把你才去出世。你看，这个咱的阿毗达玛，这个论藏经阿毗达玛。车真正明啊，随时这边随对开，那边随生。哎，到若是要来学这个阿毗达玛啊，哎，这里你看，若是讲你会晓淡薄阿毗达玛，你看正无迷信呢。No such thing as blind belief，blind belief 唔着路了。所以若是会晓这阿毗达玛的人啊，你看，伊搞到一个坎站啊，伊知讲，哦，这个着路，嗰个唔着路。后头伊的这个达玛伊佛法，唔是讲真正深，但是伊知这个是了，这个唔是了，这个那只出生顶上论若是结，伊的面粉啊，糖嗰个是了，了嗰个系花，系咪是做水好看呀？嗰个唔是了，嗰个是 decoration。就是水呢，所以 these two things 咱未知。若是讲会晓阿毗达玛的人，根本啊，伊看着佛法啊，真正明，无讲迷信，无讲叫做 blind belief，blind belief 是乱信的。哎，你看，若是讲啊，我就记要拿这本册，你看一个 professor 写安怎？这是 Professor Charles Gustive Young of Zurich 啊，伊都去伫斯里兰卡，伊按照讲 ，as a student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I believe that Buddhism is the most perfect religion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伊是一个全世界朴素，这个朴素啊 ，Charles Gustive Young 啊。是脑的朴素，假如一个老君若是讲伊有影正式要来啥讲要去读全科脑袋，伊定着就去读这个Gustive Young 这 professor 的册，因为这个 professor 伊的 philosophy 甲了拢总是真正深，就是世界出名。你看，伊按照讲就是讲 ，is the most perfect religion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The philosophy of Buddha,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the law of karma were far superior to any other creed. 这是 Professor 讲，这我唔是四川讲话。你人较看嗰个这个 Albert Einstein 就是讲安尼款的话。这 Albert Einstein 在读册嗰陣時一知，你過幾年啊？這個German 嘅德國人搶人㗎啦，報道嘅Schopenhauer 後面話即係國嗰隻德國話我都冇睇咯。伊人即個講伊說 wonderful religion。tapi 这边你看，大家有个只阿摩人教人讲咧，不理什么 nonsense 个了。因为他们说，伊人有读这个阿毗达玛，伊人个了是看咩，人家晓拜、靠拜、偷这个偷咧，他定ceremony，他定食，也会食来食去下面，这个个了 rites and rituals。
So咱要 understand 啊，这个你晓淡薄这论重经哦，阿弥达嘛，你知讲你是啥子 expert 做嘅，你真正搞正去，你是常叫做 expert 去做鬼人嚟了。And then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ritical and intelligent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the worth of a relig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not by mere emotions aroused, but by its solid content. 真正一人啊，相信这个教，因为这个教嘅 lecturer 教讲话，讲了会感动着你心，所以这个会感动着你心的啊。意思是讲啊，若是讲正式好的教啊，伊袂使讲感动着你心了，你就去相信。我若是会教芝麻，我加汤下淡薄白油落去了，起比较高阿哥啊，我真正艰苦。那路若是感动着你心，哎呀，正袂出，你看这老人无你若些10块以后路，这是感动着心。This one is not very intelligible. 所以若是你读阿弥陀佛了，你知啊，当中甲了是后来，而一个人若是有 criticize， 伊来读了，伊会较互判定，如果是切真正袂甲了。所以我就是咧讲，这个就是人知阿弥陀佛，唔使讲，哎呀，拍算时间将会找我买这个，早起咱去拜神了，做摊啊暗，咱无做虾米，咱来听淡薄，听dit。Actually 这个阿特Salini 这是这个 commentary on 这阿毗达摩 commentary 正话我唔知要讲我无明晓，特别是这个阿毗达摩伊写出来的故事的这个老和尚，伊写讲 actually 若是一个人，伊若是有明白淡薄这个阿毗达摩，伊讲经较在，伊若是人问伊。真啊 tricky 的 question 是啥物啊？有个问题，真啊来咯，你因安尼讲无咪着，你因安尼无咪着，咁你若是把阿弥陀佛，伊真啊知这个物件。所以Buddhism正式是安尼啊？是正式是一个 a way of life， 讲一个行对，一个人若是行对安尼样的路。伊正是不的，而对虾米路？对这个路叫做八正道。所以去看，咱们一个会上若是讲经，无知八正道的再来 ，you are not getting correct dharma. So the criteria， 要再讲这个正对无对，拢总是要这八正道的再来。而且八正道再来，安怎安尼厉害？而咱有影若是行对这个八正道再来，早甲晚会得到立传。而这立传就是叫人脱离了，这个脱离虾米？脱离这个生老病死。而这脱离了怎样做？伊好多正的。永远的快乐 ，permanent peace and purity and 清洁 and 完全。It is the highest happiness that mind can conceive. 咱的这个精神 of mind， 伊会感觉到的快乐啊，第一清洁的快乐是自己。佢哋 at the moment 伊去 experience 到nirvana。所以你看啊，一个人 experience 嘅念法啊，有当时常讲啊，一个爱教人，伊站喺梦就真正好嘅梦，但你讲未出，伊快乐伊哪边啊？而你看伊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伊真正爽快。特别这个涅槃啊，正来咯，所以咱的目的人来行，咱来对这个佛的家事，这个八正道，目的是个 aim 咩呢？佢自己咱的感觉到涅槃，
咁若是對了，未感覺到日團，要做蝦米來去做安尼物件來黐參參，蝦米不買，這個不買，那個不買，像我呢，某買、囝買、家伙買，那路人佢將要去吹攤去買，蝦米買得了。So why you sacrifice all this? Because 這個就是咱為 the ultimate goal，要接住這個團。或者呢，這個團啊，就切講啊，無一個紅光，還是一個聖人，我會拿這個日團把好路了落看到了。好，我有一個寶鏡好路，看到了寶鏡，你看到日團了，無。Cannot be given by another person. Even who is 真正十分的完，十分的自卑，真正去善咱逐個人來尋找這個苦海生老病死，伊不要救咱脫離這個苦海，要救咱來得到日團，伊本未做過哈，我互你看日團。所以，伊講我會加入，你要談到這個日團的三項，咱就要要緊。而這個三項就是頭一項 ，I study 就是啥物啊？聽人講經，買冊來讀。咁你買冊來讀啊，讀啊真正濟好冊，大啲 market 都看水，千好款嘅Dhamma books。and 真正濟Dhamma book， 未講或十分完全嘅清晰，我唔敢講。我講起來是啥物啊？伊是有參照外道教嘅冊，所以咁若是有參照，伊無表，伊無十分嘅清晰，你安怎做，你安怎拼，你袂談。伊就要一項正要緊，就要十分嘅完全，萬你才會談這些涅槃啊，這日團會感覺嘅涅槃啊。所以頭一項對象，咱就要讀，咱就要聽經，而這個就是叫術達。第二項，咱就要 practice 愛訓練。真正翻譯這個無理什麼，你聽經真正濟。但你若無 practice， 你本是想安尼，你就聽經，聽了你就要訓練，你若是無訓練，你袂 improve 嘅。所以真正一人聽經幾十年、30年，身體有改無？無改，安怎無改？唔知啊！我嘛是逐規，假如聽經，假如講經我去聽，假如講經我去聽。這個伊無 practice， 所以 practice 就要緊。practice 甲交接了，人就是 practice， 伊就是 perfect。你知影啥物上日講嘅上嚟啊，人受罪嘅呢？你買冊啦 ，how to swim， 你讀嗰啲冊啊，但是你摕來讀啊2年了，你參拜人甲你講，你識 how to swim。安怎樣你受水？哦，跳落水多久出？多久出？正下踢，正久出多下踢。安尼你就是去到嘅。你睇看袂，你就要訓練，你就要 practice。所以就冇全部正經係聽經了，第二項就要 practice。practice 甲交接，噗一浮起來。這個涅槃啊，所以這個涅槃啊，唔是人可路，而你都訓練了，搞個十分嘅清晰啊！你買一本好你看，你家己主動浮起來，而這個正是就是正你感覺嘅涅槃啊！所以這個。睇下我哋講我人這個就叫做臨轉嘅經，我人這臨轉嘅經就是這個叫做底比達加，這底比達加就是講咱叫三藏經，三藏經是啥物啊？經律論、經
经面苏达，苏达面上苦的讲声真正济，这个安尼款的菜的苏达，讲阿无伊佛的这个本性经，伊定是安怎？了，伊讲经互人听，有王还是去食鸭，还是虾米？伊讲。这叫做经，伊教人安怎做好禁恶，唔通做恶，要做好，要保持修戒伊教，这个叫做实达。第一项这个伊咱这个萨萨那帮下互咱就是维那亚毗达加，头一个是实达毗达加，实达毗达加就是讲这经的部分，第二项是维那亚的部分，维那亚部分什么？会上的纪律，会上的纪律啊，227届，佛的讲声甲他那无半人改，真正经会上故事上爱改，按几万会上改这个纪律，佛在会上甲咱无接受，按condemn人。未使改这个经，所以227届，2000几年甲他那像安尼，但是像安尼有对无对，我唔爱讲详细，你人家己看。所以这个维那亚毗达加就是 Book of Discipline， 伊是专门互推上，你就要安尼行安尼对，这个未使做，那个未使做，这个会使做，那个会使做。他们是佛下在我安尼做，安尼佛讲，你若是对了这个纪律，这个维那亚，你直千期，千期，你搞这个维那亚，你本自己千期甲上摆贪嗔痴会无了你会看到一团，所以亏相。较有 advantage， 较有利益过你人在家人，你人会在家人啊，你袂通对这227个界，你人对这227个界，你人是有natural的人，有natural的人，想讲我人啥，穿到假势，我人啥讲，你人若是甲我叫我来叫我讲啊无 politics， 即个一要选举会谈，我若莫讲我大家。我所谓纪律讲袂使散步，但是你人是 office 讲话了，你讲哇，全部只刀唔捌来讲话，唔捌来喊你，所以你人较坎坷做呢啲物件，所以出家人较有advantage个人，所以经律第三项是阿毗达玛是论，所以这个经律论。这个三项，咱当人叫三藏经。头一个是经，第二个是律，第三个是论。看咱要知，去知虾米是 What is 阿毗达玛？虾米来是论藏经 ？Actually， 论藏经是 science 科学来。And Buddha 讲到这个 scientist 安尼 ，and 虾米是？你看伊人 scientist 啊，伊人看虾米？伊人摕虾米物件？虾米规矩分落啊？虾米物件？伊人摕这个物件，咱人要知讲这个物件是会食未食，到底把口就一粒话。伊人要知会食未食 ，science 摕去 analyze 看开。看几了，伊看，伊 analyze 时讲，哦，这个规矩啊，有讲定这个物件，迄个物件，按这个是poison，迄个是poison，这个话你看是水，食落去是死。所以 science 伊看开 analyze， 但Buddha本是用安尼咯，伊讲伊看开啥物？伊看开众生，虾米物件来接众生？人啦。狗啦、猫啦、红公啦、蛇啦、魔鬼啦，虾米物件来伊看，然后伊看到正是拢总有传开，单命杀达，拢总有传开，拢总有命，拢总有命诶，
伊叫众生，伊讲正式这个众生花开起来是正两项呢，一项是叫做一个目的哦，有个人叫目的，哦，咱叫阿莫话叫做 method， 一项是叫做正行。你睇一个死人，个个事安怎死了啦？真正死了人唔通讲别人啊，事安怎死了紧啊？死了正确确。嗰个上古你未使做事安怎无了？嗰个正正是虾米来？正正是method来，目的来，而上古来。伊无了正行。都未使叫众生，咁样若是叫众生，你就要有了一个上古，甲有了一个正行。所以，虾米物件若是有了一个两项，伊是众生。所以，若是事安怎困伫棺材边边，不起来。Then you understand it. And then you 看不到看到了安尼物件，伊个拆开看，到一个众生有两项，一个上古甲一个正行，伊个破开看，这个正行是正 abstract 的物件，望未着，看未着。虾米事未着，拢总是啥空的物件，无关项物件 ，abstract 的物件。即个就是伊看到即个 mind， 正是有了四项。即个有了四项是啥物啊？即个 mind 啊，是讲正心一破开起来，有了感觉，有了想。有了形，有了色，这个是白话。我讲白话，这个正心正式拆开起来有四项，头一项是啥物？感觉 feeling 啊，真正最好的 feeling， 但是你唔使想甲上这项，你会第三项的 feeling 就够了。三项的 feeling 係咩啊？看到是。爽，啊是食饱了是啊，好食，是食到好食个爽，哦，是打这个啦爽。then 食到空气啊，无爽。and then 你食到那物件，要讲好食啊，无要讲无好食，你心平平。所以 feeling 有三号，快乐的 feeling， 快乐的感觉。无快乐的感觉 ，and then 平平的感觉 ，so pleasurable feeling, unpleasant feeling, or neutral feeling， 不但看到这个感觉一项，第二项伊看到 perception， 目睭看到，耳仔听到，鼻孔闻到，喙啖到，脚手摸到。心想着 ，so 目睭看到伊讲 perception of the eye， and 目睭会想，听到伊讲耳仔 perception of the ear， 听到 ，and then 味道 perception of the nose，perception of the tongue or mouth，perception of the body。所以看到第二项 perception， 咱就人话叫想，想。第三项伊看到形，形是一点一点的形。做你通啊，伊就分落去这个电话52号款的形，逐人有。这个52号款的形，伊人叫这达世界。巴利话是这达世界，中文话是叫形。
这个形是 actually 唔是讲有了物件，伊是 abstract 嘅物件。特别你问我看，这个到底是虾米是形？形就是咱嘅 character trait， 咱关系，咱嘅人品，咱嘅 character 是形。若是讲你是一个贪心嘅人，虾米物件你看到你爱，虾米物件你看到你爱。你会这个世界哦贪真正强，了你若是节俭个真正进步，你会贪无，这个世界哦等下哦贪无，所以你若是歹性地，这个性地就是这个世界是形，而这个世界是你 character 你人品。本想歹性地啦，我而出事来先生行到歹性地个半死，你咋来一点形？而这个 character 这个形是对伫倒落来，对前世、前5世、3世、4世、前几百年的事，你直直印本，直直揪起来，揪到300你性地真正强，你来出事的时，你这个世界哦。anger 真正强，所以看这个世界真实是真是咱的 character trait。若是讲，到是咱的 character， 是讲我的 character 是歹性地，我会假。所以这个世界上，你要知，若是讲你有了 good 好的这个世界。可以正，这个恶的可以正，所以在关理。就我咪讲上次睇，我较慢的录起较深，我就讲咯。嗰第2项啊，搭贵啊，咱去倒路啊，真正是只万只学佛教的人啊，直接讲爱问咱一条的问题。我伫倒落来，我伫倒落，你人听我讲啊，是我你讲一个人是 mind and matter， 但你 in the beginning 倒落 who is the first mind and the matter？ 哦，初我伫倒落浮起来，哦，然后我等你讲，这个人真正要 find out the first God。People 真正要问安尼款的问题啊。He is not a scientific man， 叫这个论藏经讲，这个啥？因为 commentaries 讲啊 ，even 科学 science now， he 无 believe in the first God， he believe in a immediate God。他那这个 reaction 来 because of 这两个什么都掺落去。伊无爱去查讲 in the beginning 安怎样 acid 来，安怎样来，安怎样来，安怎样来。所以古代讲，天时路在路看到了路去圣地，所以路在这圣地去倒落来 ，and then 对倒落来路 one trace backwards， then trace 个路上拜 first cause man。再讲天时有了圣地 ，and 圣地好我靠。他拿我就看那个挂起来圣地 ，don't believe in the first cause。then 不得讲到咱若是讲想要进步要 practice， 咱就要渐渐用这个 psychoanalysis 来破开咱这个物件，咱就能讲我。and 这个我就是讲什么啊？假使是这个5项 ，and 这5项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个是切话，头这个色是叫做上句，我淡薄讲物质 matter 来。and 这个 matter 啊，伊袂讲有在物件的。了第2个八就是讲啊，受、想、行、识。特别这个头一个识甲尾个识无相，头一个识就是叫做物体 matter，
and 你若是看唐人字，迄个色写是红黄青白黑的色。第二个色有相形色，伊是紫色的色，所以清查的这边 pronunciation 像，但比这字无像。所以一个众生正实是一个心，甲一个物质。and 心有四行，受相形色。了这个上句，伊咱叫 matter 就好，咱莫去划开，反正是咱是较深的时，咱才划开这个物件。and 不但讲，你就要会明白，渐渐 concentrate on 这个五行，叫做。这个叫5 colors of 五蕴，同人叫五蕴，或那是阿莫话 ，the 5 component parts of a being， 这个众生，正实是这个五行的呀，无别行了，无一行较低，也无一行较减，是正这个五行。特别人，我，你这边你看。人按照嚟，真正full of 摸下，或 full of 故事无明白。你看伊讲话，欢来甲欢去，你每看这个我是虾米物件来？哎，你看伊走来走去，讲这个我老了，我知我老了，我老了，means。伊看这个上句是我，所以 at that moment 伊讲这我是上句，我确定落来每个别行呢，我激心，我叫无效，我激心，上句会激心咩？无啦，你小人，我心无清啦。伊这边伊，我伊去参加感觉了 ，feeling 了。这怎么讲我是上句呢？你笑啊！这个我无清啦，所以你看伊我伊也去下去 feeling 了。所以你看伊走来走去 ，then。有时你听讲，我歹生地，我歹生地。我真正自卑，我真正自卑。然你看伊，通啊伊讲我真正自卑，不然我伊去参加呀，一样。No more feeling, no more the body， 上句唔是我了。感觉唔是我，他那伊讲形是我 ，character trait，the character 伊人品伊是我，我歹生地，我知我歹生地，所以你看这个我伊人跳来跳去 ，and then 有当时这道理我个别行了，我无困，我知。and 这个啥物？伊看到 consciousness 嘅精神是我，所以看这个我啊，有当时伊系伊修嘅位，有当时系伊想嘅位，有当时系听嘅位，有当时是识嘅位。and 这个讲了是啥物？No clarity of mind， 无集中，无专心。观看这个我是虾米？咱这里发生的先是正式的渐渐的查看这个我运还是这个我是虾米？老人若是直接观这个五行叫做我运色受想行识，你会看到明明因为界限生甲化。你看到生地去生，了讲真是化，他就自闭去
就問你句話，睇你都看吉祥先講低先知死，睇你都看你流白油啦，你知係咯，醒嘅話，正心聽到嘅正心，遇到嘅正心，就是幫佢有啲臭味食自己冇諗到，一遇到，而這個遇到。是 consciousness 嘅正心啊！人哋看伊比較嘅時間，臭味，要慢慢步一滑。所以，你若是漸漸關這個五蘊，你漸漸看到成甲化，成甲化。而這個就是講，你只要着善了。如未來你漸漸看到安尼扎成個化，無常，到無常了，你直去你明白看，正無我，有了這個情形，這個物件浮起來 ，and then 一直起來，伊自己化，你看到無常。and then 唔是過來，伊有 condition 伊起來，無 condition 伊無起來，and 你看就無我，所以陣陣看無常無我，and 你明白，到無常無我是可能嘅件，and 你直直觀，towards the end 你看就一團，伊家己來，所以。但人若是要看到 experience 嘅話呢，伊就要漸漸看到這個無常。所以你看真正濟有嘅人，有時武大武大啲講經嘅是，你看伊人聽武大啲講經，伊人看伊人嘅感覺，慢慢步起來要話，而伊人嘅有時在實際上，你看出一個比較好。武大講一個事，你去做產嘅一朋友，and then 嘅朋友加一罐水，然後一般加一罐水，特別水啲核應啲，你看到朋友水真係大罐，然後見確定一支骨栽做到真係穿了，伊下了伊就行去咧樹叢下，你去食水了時看到。一罐，你看到你朋友罐咧大罐，哎呀水個核，我來食我朋友嘅水淡薄，所以春嘅手，你看到春嘅手也一罐啉了一想，只係讓我去偷睇人嘅嘢嘅，安尼你看，伊安尼了你看，伊偷睇伊做惡，特別你看伊安怎關。一看到成個話，一看比這個安樣，頭先我規上股真正善，我被嚇穿，所以這個精神嚇穿嘅，然我行去很病，然我看到水無關。我看到你借我貪心袂咧，所以我看到我貪心起，然後因為這貪心，互我做頭鐵熱水食，後尾啉了我會這個嘴巴無了，我會心亂無了，我煞會曉想，啥物事我去頭鐵人嘅。所以看到是這個精神，一點的思想，你看到安尼講 ，this consciousness 頭看到嘅 consciousness 看到這個無關，然後咧 conscious 講伊貪心，你講看到咩？伊手伸去摕，但你講看到咩？後尾摕了我嘴巴無。你個看到咩？嘴巴無，我嘅思想無相，我嘅思想會曉分開，啥物應該做，啥物無應該做。and then 過了，我幫你再錯，
所以看到 consciousness 咚咚咚咚弹了，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一直弹了呢，达人呢是弹了四个落下，一摘了 no more reverse。上家一看，福建的才来讲，一看就讲啊，这油火，直直到甲他妈油大了，油大了，我叫你到咩地到了？就再讲 after this life no more reverse。所以睇你朋友来的时候，想不想搞了？想来对，我讲我别对了，安怎我别对？我成绩结婚了。小人啊，成绩结婚就要请家姐，后卡无大迄，你看那是做菜园人咁样咧，叫做必结婚，必结婚就要无大迄啦，所以用你手帮嘅，行我冇啦，看迄家姐来了，出去背走了，so everybody 那是咧谈，说到半就好。之前是要看这安尼查鲁卡安那达，安尼查鲁卡安那达，就看到高热了，一来，所以，他那我哋讲，他们虽然也是会晓这阿弥达嘛，咱较隆重啊，较快成功，你他们说啊。有了这阿弥达嘛，咱会心力较有，了咱咱无讲做错，行错路。There will be less error, there will be less illusion, wrong belief, superstition, dogmatism, blind faith, 講先 dogmatism 習慣，這個迷信、邪見。是这个无定会当中的无，伊这个无就是讲，伊是真达玛呀班呀，你明白了这阿弥达玛，你摕来想，你讲有影安尼样。Actually， 他那before 我要讲啊，这个阿弥达玛，我他那要讲啊 ，actually 这个。全这个世界 ，actually 有了这个，唔是讲这个国做，互你较好康，互伊较坎坷，还是讲互你较水，互伊较无水，互你较乖，互伊较歹，当中唔是。Everything according to nature's law， 自然的 law， 这全世界达人啊，成功失败。还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变好，还是变恶，拢总是对这个 nature's law。nature's law 就是巴利话叫尼亚嘛。5 aspects of nature's law。咱 before 咱要知，咱就要知，这个 nature's law 有5项，头一项咱要知 the law of karma。原因结果，人因为做了行动，口业还是心所想，这个叫做三个心口业行动。伊出了这个 action， 出了这个行动，伊是出了 energy 力，这个力。伊结尾会发起几哪项？伊会就互咱有了安尼力，伊 carries potentiality to yield certain effects。什么行动咱所做，结尾伊互咱，无只叫大人即时，无只叫后时，无只叫几哪时后。将无将思想浮起来，头一项，第二项，咱的上句浮起来，第三项，咱的人品 character personality 浮起来，第四项，
咱的 environment 人按照就在。Can anybody help me in environment 啊？环境。In other words 啊，你正是做嘅行动，先靠伊嘅行動，你嘅思想，即是伊安怎行。So don't blame yourself when you are meditating. 你去坐成一陣沒任一個抽象浮起來，你唔通去拍去頭殼。所以啊，我哋坐成咁咪是你思想想，唔是你嘅事㗎。這個思想浮起來是對正事來。Certain thoughts arise because of previous action. 第二項 certain matter 物質。浮起來，係你正視，即係係你正視浮起來係咩啊？正視你那是做好，你那是講話，真正有禮貌，但是大人媽媽會 please forgive 我。但你講話真正私人，你談嘅物質本真正水，真正私人嘅話，但你正視那是講啊，赤白白啊，自己講你養命你篤。你即時你談嘅物件，攏總無水恰時，人看到本意啊！你真正去篤嘅時間，你父母嘅時啊，父母無歡喜，所以你來出事，大人看到你意，切成一定得對意。所以這個也 produce 兩項啦，第三項 personality，係你正視你漸漸先透嘅行動。看到你出事來，你責你 personality 而你嘅人品 character 一來了，你 personality 歹性地、好性地，還是乖，還是聽話，還是無聽話，看到為囡仔，但我當然安怎我會講袂聽話，有時是幾若時責來無聽話，早起一個漸漸來講，安怎我會講自己咁漸漸做啥忙緊。跟做呢 behave like a monkey， 會發誓佢是 monkey 來，伊做嘢，他就安尼顧安尼白，即個蠻顧安尼白，但是做嘢呢班一個班呢，即個 monkey 伊雜嘢就 personality 來 ，and environment 呢個環境本是對正事來，因果全都來出事，因果我才出事，即個 Malaysia Muslim country。了無通去出事的Burma，還是 Thailand， 還是講一個攏總有濟，所以這邊我會靠工較濟，就去教人加減淡薄。根本我 environment， 和我19歲我要走出家，actually 19歲我走出家了，這個咱的加拿大人唔係接受我。只有老婆談，佢講你頭走嘅未使，你就父母好你才會使。所以 environment 好我冇機會騰出嘅，只係60歲了把你再騰出嘅。所以這個是叫做 environment。And that environment 好你去出事嘅，因為環境來去出事就阿爸阿媽是把你教嘅人，本是講對正事嘅了，所以這是叫做 environment。咱講 Ethiopia， 伊人來出事，安怎咪去出事啲 Ethiopia， 安怎去出事啲 Ethiopia 是無通食。and 這個嘅了本是對正心頭伊嘅行動故事嘅嘅了落來。These are called the law of karma. So 第二項 present as 咱個要在第二項這個 law of karma 咱要在就是講 thoughts of consciousness、conscious process。咱嘅這個思想，大家人看無到，大家人看 consciousness 上是安尼，我想到。我比着人放水臭榴蓮，我比想到榴蓮啊，這胖啊下面啦，特別這個出來卡出嚟嘅臭，這個思想當中來，咱想講啊，伊家己鋪伊家己來，
actually 思想伊有路去行 ，it has got it run， 伊无讲thoughts do not run haphazardly without an order， 有路的。and 这个路他等把你我抓落，今日我是介绍的。This law is 咁样，有了这个一行的路，and then 达的精神有了这个行 ，and 这个行有了什么行？伊变做什么叫做精神？伊有了垃圾的行，伊叫做垃圾的精神。因为有了好的行，伊讲好的精神 ，good consciousness or bad consciousness， and 这个行让听好大啲人俾我分就抓 ，and 听俾我分开几两款的行 ，and 有人看好啊，有4吨这52项我分做4位，头一位你看，伊叫11七大三大啦 ，universal 7点的行。落来第2项的时候，I don't have a copy， 我接来。你看 ，page 1你看 ，universal mental properties， 这7点的行，第2项有6点的叫做 particulars， 第3項 evil 的惡的有14項的行。and then 好嘅 page 2人看25點當中是好嘅行，我這個達嘅精神有這個行，特別諗看袂到，或者伊有了這個天眼，伊會看到，伊若是攏佇講話，伊會知佢精神有了什麼行，伊本來 analyze 伊會看到 ，because 伊的这个地位，伊人谈的地位是叫做萨巴尼达尼亚纳，萨巴尼达尼亚纳是什么三不大才有，伊阮都按照搞的路行都未谈着这什么三不都未谈着安尼款的行，所以这个叫做 the law of natural law of consciousness， and 这个我想马仔我哋贴较顶好多人这个。这个 actually 你用是乜嘢？按照样你这个52项，像个查甫人去做鬼，看要做正鬼还是笨鬼，还是半점正的鬼，半점正的笨，你看半점正的鬼，有的人是半점正的肉肠，你知无吗？你讲咸啊无，佢讲甜啊无，半점正，所以这点。我在我哋講我這個行嘅事啦，所以今我是介紹咗人。第三個 nature's law， 自然嘅 law 法，就是講伊叫做Vijnana嘛，Vijnana就是乜嘢？正達正 ，the law of heredity， 人。按照nhau伊去出世 ，and then crossing， 你看，若是講故事我有去圖 orchid 所在 ，dendrobium 嘅 orchid 會使 cross 甲 dendrobium，spectaglottis 會 cross 甲 spectaglottis， 你睇 spectaglottis 去 cross 甲 dendrobium 袂成，你睇一隻鳥，一路去係嘅處啲一個牛。那如果出世来关牛过关鸟，看到呀，或者show a freak of nature， because 伊人诶这 molecules 无相，所以不了看到这个物件 ，certain things is possible, certain things impossible。and 第七点，不了这阿毗达摩有讲 about 人就是。Actually， 那是 science 講because there's a father and sperm， a mother and ovum， 這叫 conception takes place。tapi Buddha 講3項愛有，
actually Buddha เขา太厉害 actually 讲四行 that must be the ovum 阿媽嘅處阿媽嘅女阿爸嘅處你有了一條陰聲 certain period are called infertile period and 第四行愛有一個人要來出世這唔是人眾生 science 冇這點 science 有這個三行呀 ovum sperm and the right fertile period but Buddha said there must be someone to be born and then 伊要來做瑞囝我看到karma 本所以這個叫做 under the law of the niyama then 第四行 the law of energy nature's law 這世界攏總啊 heat expand cold contract 熱冷這個物件假使是灰烬所以咱食fruit食啥物假了不是愛有 combustion 有灰烬但是咱食會活咱食所以伊這個熱甲冷啊有對 nature's law 唔是講 God 自家做世界他們是大冷還是大熱伊 condition 來解了伊這 condition 伊對 nature's law 所以伊無像新加坡的教講啊 God 會做 suddenly 啊 God 變好這個落生落死無伊解了是 under the law of nature 第五行 the law of niyama 叫做 dharma niyama 有一個 nature's law 伊是叫第五個伊是叫個 the dharma niyama niyama 是 nature's law dharma means what 那是一個逐個世間的有不大的時啊伊要落來出世的時有一個關驗這個三沙啦這個攏總 infinity of space 伊出關and 這個關是真正關伊會 penetrate the dark places and 伊個無熱and 你看咧 dark places 上伊講 that's the most powerful sun 你日頭安怎大粒的日頭會照日 that particular brilliant light 會照日去這個物件 and 相對佢講大致這裡 all the dark places all because maybe it is called the dark spots 本有 black holes 本有眾生 so certain wonderful things happen in connection with 這個人伊是真完全的人你看有一回Buddha 你講話甲 Ananda 你講話 Ananda 聽 Ananda 我人成了三菩薩了我人也是講啊暑假要大甲我人會會受了我人會使大佫會較加淡薄會受了佫會較加淡薄佛教不大講人會會受是100歲而你講佫會佫加淡薄所以密集120歲但阿難達聽了大點無老佫大啦大較久無第二道伊講阿難達佫大點第三道伊講阿難達大點了伊知世間無福氣你叫老佛加大嘅40年伊無老這無老了佛知了佛講阿難達 leave me alone 你想開你去做你工課我要 rest 而且阿難達在想開呢馬拉冇往來佛世尊他們是一團
你真贵，你品讲啊，若是讲把即个佛经真正化了。